今天是2004年12月19号，藏文课是第15次。今天争取把第一章结束，下一节课就可以学藏文心经了。还是从前边复习一下。今天是简单复习，就是一遍啊，还从12页吧，反正念一遍时间也不长。从12页开始啊。给别这辈米东藏月吧。给别这辈米东藏月吧。你们读就是咱们慢一点啊，就是大家争取这个有个节奏读齐的。嘎西这个给西呢？嘎西这个给西呢？云家哈。云家哈。我推对阿妈堂人记拆样巴来。我推对阿妈堂人记拆的。这鸡的牛耳朵吃。这鸡的牛耳朵吃。下边耶稣。耶稣。下翘苏。下翘苏。奥度。奥度。格度。格度。乔军度。乔军度。帕热度。帕热度。帕热度钦巴。帕热度钦巴。囊度。囊度。月度。月度。云度。云度。蓝度。蓝度。苏尔度。苏尔度。闽语度。闽语度。哈萨鲁。哈萨鲁。哈萨尔。哈萨尔。萨塔鲁。萨塔鲁。萨塔尔。萨塔尔。下翘苏着。下翘苏着。给包嘎丁给等萨尔群。给包嘎丁给等萨尔群。也缺了给。也缺了给。用龙卷了对。用龙卷了对。塞马了嘎。塞马了嘎。哈基苏一度翁瓦了对。哈基苏一度翁瓦了对。我能脚巴了塞小康琴。我能脚巴了塞小康琴。巧毛了塞小盾皮。巧毛了塞小盾皮。可给俺了色东忙包秦巴人。可给俺了色东忙包秦巴人。卡塞木修土度根儿。卡塞木土土根儿。普江县那满度根儿。普江县那满度根儿。日他们街抽包送。日他们街抽包送。这处南给骆驼塞白。这处南给骆驼塞白。不养通度松，九马养通度松。不养通度松，九马养通度松。想别乃那么。想别乃那么。忙包强度卷。忙包强度卷。两部大耳堆。两部大耳堆。中窝亚度堆。中窝亚度堆。下瓦帕尔堆。下瓦帕尔堆。过瓦路度堆。过瓦路度堆。拉瓦拉尔堆。拉瓦拉尔堆。给那给米他们街。给那给米他们街。带毛拉错。带毛拉错。娘擦嘎干给铺。娘擦嘎干给铺。土落度松度。土落度松度。卡尔达瓦拉准买套。卡尔达瓦拉准买套。拉玛拉查巴西约巴台。拉玛拉查巴西约巴台。爱语度达尔当。爱语度达尔当。翻过来。解军给那巴塔巴西。解军给那巴塔巴西。左外群度即将修改。左外群度即将修改。给别平棒南。给别平棒南。给瓦居钦拉内巴尔再白70度。内巴尔再白70度。扎进几百钦拉切。扎给几百钦拉切。达尔扎琴。达尔扎琴。哈康度缺单月。哈康度缺单月。鱼瓦让那西谢恰瓦那。鱼瓦让那西谢恰瓦那。给包苍白琴谢恰瓦西月。给包苍白琴谢恰瓦西月。俄库拉普芒包月。俄库拉普芒包月。阿玛拉普木吉盖。阿玛拉普木吉盖。给白米拉茶白当盖。给白米拉茶白当盖。普秋外多借单独哈康记。普秋外多借单独哈康记。索马秋意登度桥。索马秋意登度桥。诺尔布登度下降井。诺尔布登度下降井。马麦松包地尼。马麦松包地尼。爱他带地巴西给居所。爱他带地巴西给居所。雪巴尔马塞给。雪巴尔马塞给。您代白去呢。您代白去呢。爱个真给学所。爱个真给学所。你莫想完那确定。你莫想完了确定。南朗马他度。
咱马他，军家月将真得了，军家月将真对了，第个节学到，第个节学到，军毛立刻给补充，军毛立刻给补充，提车重开台呢，提车重开台了，感冒死了，普大度古瓦尼西月，大度古瓦尼西月。提上阿妈娘俺来带上，提上阿妈娘俺来带上，沙内扎给，沙内扎给，爬来阿妈脚，爬来阿妈脚，给包地推索，给包地推索，点那呢满堂最穷，点那呢满堂最穷，墙呢擦捏，墙呢擦捏，俺也给包，俺也不给包，那么的送赞台。那么送赞台，才本给人来3年，才本给人来3年，拉对人来5年，拉对人来5年，强给拉错来3年，强给拉错年3年，称别人来3年，称别人来3年，让给茶来4年，让给茶来4年。翻过来，甲乙囊来发窝堂，甲乙囊来发窝堂。东的囊来开发的，东的囊来开发的，马这错来秋三堂，马这错来秋三堂，甲错起来脑不穷，甲错来脑不穷，俺呢七甲错来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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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个人段忙来改，三个人段忙来改200错段丁来干，200错段丁来干。夏季夏年呢，夏季夏年呢，夏初给牌多，夏初给牌多，去南把那错给，去南把那错给，吃得干嘛年，吃得干嘛年，哈萨呢是个在牌。哈萨给其他上牌儿，苏呢南平给牌儿，苏呢南平给牌儿，哈南给南呢加金在，哈南给南呢加金在，人西南呢忙人们，人西南呢忙人们，怕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，怕南给给呢我忙，米拉多杰生给。米拉多杰生给，从给国内挪带外，从给国外挪过2外讲9-8个月，哪儿外讲9-8个月，俺明星你给，俺明星你给5外昂呢，5外昂呢，俺买喇叭呢，俺买喇叭呢，哈康古托都在罢了，哈康古多不在罢了。我给托送，我给托送，我白堂姐把多来出，我白堂姐把多来出，牌儿给托送，牌给托送，我白堂姐把说怕来出，我白堂姐把说怕来出，灯给托送，灯给托送，我白堂姐把心来出，我白堂姐把心来出，一旦给哈西，一旦给哈西，行觉的，挺觉的。提古呢，提古呢，砂糖多来切那呢，砂糖多来切那呢，古眼，古眼，新给人来切那呢，新给人来切那呢，给，想必来感冒，想必来感冒，忙包了切，忙包了切，秋干来秋蟹，秋干来秋蟹，给星鸡巴来。月包多，这是几把来挪包多，罗汤丹那马麦干，罗汤丹那马麦了，南给你来3-8块，俺给你来2-8块，海边15马雪干，海边15马雪干，卡多你来炒瓦蟹，卡多你来炒瓦蟹，吕亚一松，你那一松。比塞瓦，缺来么穷，金巴亲包，
金巴亲包，秋日修的，秋收的，送娃来，送娃来，下定给帕尔多尼，下定给帕尔多尼，羽毛咱们来马努我。并毛咱们来马路我。好，咱们把最后这一句啊再说一下。咱们上一节课讲完了之后，大家议论了一下，就按字面理解呢，就能理解。关键是那个思想啊，要这个要这么想一下，就是羽毛咱们来是来前头是被排除者，就是除了七盖，马努我是没有淹没，就是除了七盖之外没有淹没，就是把七盖淹没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淹没了七盖之外的没淹没，就是七盖以上没淹没。哎，当然说把七盖淹没了，等于是把那个七盖以下淹没了。所以呢，按字面解释是正好。原来觉得别扭，就是这个思维概念没想到这一步，就是把七盖淹没了，其他的没有淹没。这个其他指的是七盖以上，哎，其他的没有淹没，这样理解。那个咱们呢？咱们说过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仅仅只有，这个地方表示大概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七盖那个位置，大约是那个位置。下边看新的啊，4做这个，现在是讲这个来，用来的这个从格，来可以做形容词的状语，一般位于主语之前，表一类比较中的被比较者。前边咱们讲那个来的时候，它是同类比较中的一个被比较者。来呢是异类比较中的这个比较，同类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比较者跟被比较者是同一类的东西，它比它有什么差别？异类比较呢，就是两个根本不是同一类。咱们来看它的例子啊，下边那个藏文我也读一下，异类比较的那个藏文词是 re mi tun be garw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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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 是类，米吞是一致，米吞是不一致不相同，不一致的类的 garwa 是分离划分，也就是比较不同类的比较，不一致的类的比较，不是一类的比较，就是说比较者跟被比较者不是一类，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。那个乃是同类比较，就是他们是一类事物，一类事物之间呢也有差别，是有个小差别。这个不同类事物的差别呢一般比较大。咱们来看这个差别啊，都是什么？哈钦包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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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是神，钦包是大神。这个大神啊，不是指的就是说大个的神，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指向，就是什么呢？大自在天。大自在天，咱们对这个天的层数啊、名的呀，要有个大概印象，你才能比较出，才知道他说的是第几层的功德大不大，才那个知道。大自在天的位置是什么呢？是欲界天的顶。欲界包括天、阿修罗、人、畜生、这个恶鬼、地狱六层六道都在欲界。这个欲界里头天呢，一共是6层。第一层是四天王，第二层是忉利天，就是那个地势天，第3层夜摩天，第4层是兜率天，就是弥勒达内院的兜率天，第5层叫他化自在天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可以看到别人的功德呀，可以化为他的享用，他化自在天。第6层就是欲界之顶，叫大自在天，这是欲界的王。所以大自在天呐，这个是这个就是功德很大了，这就是在欲界而言，当然比不上上二界。上二界啊都是修行人，修清净业的，修也叫不动业，修定叫不动业，也叫这个修不动业的可以得上二界果报。那些人都很清净的，没有这个欲的，不用吃饭，不用闻香，这是大自在天。来就是什么呢？被比较者，就是来前都是被比较者，就是说跟他比较，这是异类比较。看这个跟他不同类的那个比较，这个比较者是谁？谁跟他比较呢？得玩谢吧，得玩谢吧，得玩谢吧，得玩谢吧。得哇是安乐，得哇是安乐。你可以这个具体句子里头，你可以引申出来很多，就是快乐的、安详的，什么这个，反正就是舒服的，你可以这个引申出很多来。它基本意思就是安乐。这个谢吧是行走，这个行走呢，
不是固定一个方向的，包括来回，就是来回走，就是指的行走这回事儿，来去都算。行，它这个走啊，有的走是有一个方向的走，这个走是这个就是不管你往哪个方向都叫这种走，就是来也是走，去也是走，包括来去这个走。它还有一个意思啊，死跟汉人一样，汉人有时候说死不愿说谁走了，哎，这个走也有死的意思，两个意思。关键是注意它这个走啊，不是固定方向的走，是指的走这个动作，不管你朝哪个方向，它都用这个走字儿。逮弯卸吧是什么呢？就是简单说就是说很好的走，实际上这是佛的一个译名，就是佛有10个名号嘛，其中一佛号叫善事，就是佛是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去世的这回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事就事到这个涅槃里头了，所以呢安知善处，所以叫善事。哎，这就是最好的去处。实际上佛的这个死啊，不能叫死了，它是涅槃。但是这个世间呢用的这个词儿就是死的这个词儿，所以呢叫善事。善事这是佛的一个称号之一啊。逮弯卸吧，逮弯卸吧。这个佛号呢，这个佛跟谁比呢？跟大自天比。佛比大自在天，这是两类事物，不同的事物，一个是圣者，一个是凡夫，哎，两类事物。它比出来一个什么性质呢？允丹，咱们学过了，允丹是什么呀？功德，哎，这个如果要是世间呢，就叫学问、本事、什么优点，哎，在这个咱们修行人就主要就是说功德。这个佛比大自在天比什么呢？比功德。功德怎么样呢？后边一个词啊，土脉，允丹土脉，允丹土脉。这个土脉呢是加了撒的，撒是句壳，咱们先不加撒，就是土妈。土妈是一个词儿，这个词儿就是许多，土妈就是众多、很多，哎，跟少相对。加上撒呢是句格，就是如果不加撒呢，土妈允丹土妈就是有很多功德，很大的功德。这个加上撒就变成句格，句格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工具，就是用它来做什么？用它来做什么呢？看后边，帕索，哎，就是一个帕加上卡撒，就要往下把那个调拽下去，所以呢，帕索是什么呢？是帕克巴是个动词，就是帕后边不要那个缩，变成一个巴，就是帕克巴。帕克巴是什么呢？帕克巴是这个，它基本含义是跳跃，哎，腾跃、跳跃。它的这个，然后转译，它的转成的一些意思呢，基本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比别的高出来，它一跳比别的高出来了，优越，这个出类拔萃，优胜，哎，它有这个，就是有这么多引申的意思。它用作名词的时候啊，就是圣者的圣字。它用作这个名词的时候，一旦帕克巴就是圣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称证了圣位的人，前面要加个圣，比如说圣观音，圣龙树，就是这个帕克巴，就是代表他是圣者，是不是凡夫了？他的本意是跳跃，他的转义就是比别人高出来，优胜。咱们看啊，说佛比这个大自在天呐优胜，这个帕索就是比他高，比他这个优越，比他这个就是出类拔萃，这个是由于什么原因比他高明呢？由于很多的功德，这就是工具。由于佛有很大的功德呀，他比大自在天呐要优胜，比大自在天强得多。看这个他的翻译啊，说善是佛比大自在天功德要高得多。如果看他这个翻译的话，他说高得多，这个土妈呀，他就没有算到允丹上，他不算允丹的这个形容词。刚才我讲的呢是说有很多的功德，他算了一个允丹的形容词，很多的功德。由于他有很多的功德，所以他比大自在天高。现在他这个翻译呢，把这个土妈没有当成允丹的形容词，当成了帕的补语，对，哎，就是高。
高呢分级别，说一般的高，它不是一般的高，它是以这个土脉，那个土脉就没管允的，就是单独讲土脉，它比它高的这个多，哎，这个多成了那个优越的补语了。那也应该加，因为它是由于土脉，就是它由于土脉，可能这个，如果按它这个翻译呢，应该它能这样来解释，可以，就是说它就是因为藏文的语法的意义啊，它主要是强调那个内容的意义，就是它用这个就是高的多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高，它就是以这个多而高，就是用那个意义来讲，它不太强调这个，就是说能放在什么词上啊，语法上不太这个，就是比较随便。究竟哪个理解正？这个回头可以见了周老师，可以再问他一下，究竟这个是不是可以向后一种理解？现在咱们就来读一读啊。哈钦包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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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瓦尔谢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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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丹土脉帕索，云丹土脉帕索，云丹土脉帕索，云丹土脉帕索。往后来啊，咱们今天争取讲完。第二句，哈嘞弥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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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啊，哈是神，来是被比较者，就是谁跟神比？谁跟神比呢？弥，人跟神比，人比神如何呢？漫咱们前头学过，就是低，高低的低，下略，反正质量差一点吧。人比神呢，或者比这个天呢，这个要低啊，这个意义很多了。意思就是来前头是被比较者，而且这个来的比较呢，两个不同类。再读一遍啊，哈嘞弥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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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翻过来，说恰戳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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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恰是动物，哎，就是所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，不是所有有生命的啊，这个动物，高级生命的，这个植物也算有生命，但是呢，它这个跟这个动物啊有一个大的差别啊，植物算有，植物，严格的如果用佛教的意义讲啊，我听一个这个宗庆法师说啊，叫有生无命。就是它有生长，有这个就是生灭的这个变化过程，但是它没有命。这个命就是指的命根，用这个唯识讲就是阿赖耶识，哎，它没有阿赖耶识，它没有命根，它不是有情，植物不是有情，植物跟微生物、细菌呐、什么这个细胞啊这些东西它没有自己的阿赖耶识，没有命根，它没有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业，它不造业，所以呢它不是有情。植物、微生物不是有情，生物三大种嘛。生物里头只有动物是这个有情，这个说恰就是指的动物，所以也可以译有情，也可以译众生。哎，这个戳个妈就是蚂蚁，戳个妈就是蚂蚁。迷眉讲，迷眉讲，迷眉讲，迷是眼睛。没是没有，将是虽然但是，它基本含义是也，有时候是更，有时候是还，它还一个转折意思就是虽然但是，它有这个转折意义。它即使这样，它也如何？哎，它有一个转折意义。这个地方就是转折意义，说蚂蚁这个有情啊，虽然它没有眼睛，大家不要奇怪啊。这个民间谚语里头啊，有很多是这个违反常识的，因为你看那个咱们汉文里头就有那个叫冥灵之子，就是他这个发现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一种动物呢，他发现他叼那个棉铃虫哈，叼到他窝里头。古人呢看到这个他就以为什么呢？这种东西不会生育，他叼了那个棉铃虫呢，叼到他窝里头，然后呢他就当成他的孩子养活。哎，长大了呢，就变成他的孩子了。所以冥灵之子代表义子，就是收养的孩子的意思。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错误理解。
实际上后来很快那个古人，有的古人就打开它的窝一看呢，它是什么呢？自己产的卵，他把这个棉铃虫的那个幼虫啊抓到窝里头，给它用嘴啊打一针麻药，它就不会动了。然后他把卵呢产在这个棉铃虫上，等着这个卵长大了之后啊，他就吃这个棉铃虫当食物，等把食物吃完了，它那个长大了。实际上是这样，但是呢，中国人就出了一个误传，就是冥灵之子是一死。这个呢也就属于这一类的。这个蚂蚁啊全黑，所以人们一看呢蚂蚁没眼，哎，所以就传了这么一个传说，说虽然蚂蚁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有什么呢？下边看啊，米丹咸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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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米是眼睛，丹是具有，就跟那个躺结巴一样，带有具有。这个躺单巴也有这词儿，单就是具有，具有眼睛，有眼睛的。咸是其他的，这个词儿非常常用，咸就是其他的，除此以外的。除了蚂蚁之外，其他的有眼睛的来还是这个被比较者，就是蚂蚁啊，虽然没有眼睛，但是它比其他有眼睛的怎么样呢？哈巴尔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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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巴尔是一个意思啊，是剩下的。哈，说国王驱逐了1000人，顶加哈，剩下了700，7个24剩下700，哈就是剩下的意思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剩下，第二个意思呢是胜过、超过。剩下就有多余的意思，你想它多出来一块，它就比别人强，所以呢，剩下的它有比别人多、超过别人、胜过别人。这个它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特别、尤其，哎，非常、十分，哎，有这么个意思。这也是一个常用语。像咱们讲那个说地上菩萨是增上戒学、增上心学，就是高级的，就是哈巴尔，哎，就是高一级的、优胜的，哎，更好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哈巴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，尤其特别，特别怎么样呢？比较是什么呢？比较就是快，比较是快，快慢的快。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说，蚂蚁虽然没有眼睛，但是它比其他有眼睛的呀，还快，还特别的快。这个快指什么呢？指走。它看蚂蚁爬得快。蚂蚁虽然没有眼睛，但是比那个其他有眼睛的呢，它还这个跑得快。这是一个这个谚语，哎，不符合事实的，但是呢很流行。我查那个字典上就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咱们来这个读发音啊。说恰戳吗？说恰戳吗？那个歌不明显的读出来，戳吗？哎，这个做个口型啊。说恰戳吗？说恰戳吗？米买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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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单咸嘞，米单咸嘞，哈巴标，哈巴标，说恰戳吗？米买讲，说恰戳吗？么买标，米单咸嘞，哈巴标，米单咸嘞，哈巴标。咱们留着到下边去这个复习吧。咱们看能讲了，咱们下一句啊。苏江咸呗。苏江咸呗，苏江咸呗，苏江咸呗。苏是色，色还有一个意义呢，就是形体，就是这个有形状的占一定面积的东西。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指身体，哎，就是这个我们的色身。说这个形体就是指的这个形体呢，就不光指它这个身体，不光指这一块，还指它这个身材啊什么，反正都包括在里头。讲就是这个也贤呗，刚才说贤就是其他，在人的其他人里头呢，就表示别人，哎，在人里头比这个贤就成了别人。呗就是来的一个变形，来呢就是把前边的那个他原来贤爸爸，他把那个八呢就是给加个仨，就是代表来的意思。贤是被比较者，比别人，形体也比别人。帕巴日桑。帕巴日桑，帕巴日桑，帕巴日桑，帕巴就是我们还说的那个，就是优胜、优越，他这个形体也比别人这个要好得多。桑，帕巴日，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帕巴成了一个状语，桑是好，桑包不是好吗？哎，桑是好，他这个帕巴呀就成了状语，
就成了什么呢？就是前边咱们说了，它也有一个意思是尤其、非常、特别，哎，它就成了那个十分加强的那个加强后边那个好，就是形体也比别人呐非常的好，它成了状语。它把本意是跳跃，它转义是优胜，它也有那个这个意思，就是什么呢？程度，就是非常、特别、尤其、十分，有这个意思。形体比别人也这个特别的好，就这意思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素量显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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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帕巴尔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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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边一句，赞丹塞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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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丹是檀，粘檀就是檀香，塞瑞是金子，喂是雷的变形，檀香比金子，这是比较者和被比较者，檀香比金子怎么样呢？人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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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是价值、价格，有时候就直接指钱。切是大、多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檀香比金子价值大，比金子呀宝贵。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咱们来读一下：赞丹塞瑞人切，赞丹塞瑞人切，赞丹塞瑞人切。赞丹塞瑞人切。整个这几句的就说明一个语法意义，就是说，来是表示它前头被比较者，它这个比较者跟来的区别就是它是不同类的比较。这个人切也介绍一下，人切中间再加个包，就是那个桑包啊、莽包啊那个包，巴哪弱，就成了人包切。读一下人包切，人包切，人包切，人包切。人包切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包还是价值，切是大，人包切就是大价值，就是宝的意思。如果指东西，就是指宝贝；如果是人，就是指这个人呐、是人中杰，人中这个尊，人中的宝贝。哎，所以那个人包切，哎，就是人颇切。对，人颇切啊，在藏族啊，它不光指人的，哎。你要是说这个上师是仁波切，这是对这个活佛呀这个上师的一个尊称，它也可以指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宝，哎，这个仁波切是这个意思。最后一个是呼格，呼格呢，咱们说了7转声，有的人说没有8转声，这个呼格不算格，它就这一个称呼。咱们来看一下呼格的标志是 ge 嘎耶，这个区 ge 就是为，是这个 ge 呢是对比较尊重的人比较客气的叫，用 ge 呢就是喂，哎，就是这个连称。嘎耶是对同辈之间的称呼，比较随便，比较亲切，这个比较随便的。嘎耶是同辈之间的，那个前头那个是比较客气的，就是一个称呼。咱们来读一下句子啊。ge 给包亲包， ge 给包亲包， ge 给包亲包。给包亲包。你看，这是比较客气，对大王嘛，称呼就比较客气一点。第二个，达了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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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达是我自己，拉是对于我，对于我。恭是什么呢？恭就是这个思想、想法的敬语。恭是思想的敬语。我们那个平常的人呢，就38就是我们平常人的想法。要是圣者呢，就是拱巴，就是这个想法的敬语。这个习是什么呢？是命令式的一个标志，就是祈使句，就是请你干什么吧，命令你干什么吧，哎，这样的一个就用这个习代习，就是代表这是祈请句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拱肯定是求一个这个比较尊盛的人了，说你想一想我吧，哎，他这个拱就是想嘛，你求你想一想我吧。他求谁呢？后边有说允包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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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允包给。允包是什么呢？允包就是户主，这个户字就是一个竖心
一个古代的古，护主就是自己的保佑者，自己的皈依者，自己的依靠者。有时候呢也指护法，护主是比较主尊的佛菩萨啦或者神啦，护法呢就是这个低一些的了，都有这意思，就是护主的意思，就是护主啊，这个给就可以带口气了啊，给就是啊，护主啊，这个想想我吧，就是意思就是个关心关心我吧，可能这个求什么事了。咱们来读一下这句啊，打了恭喜云包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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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分开读一下，打了恭喜，打了恭喜云包给，云包给。下去咱们再练习啊。倒数第二句，戳包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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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很简单，都学过了。朋友们呐，喊朋友，下翘数着，下翘数着，这前头也学过。下翘数就是下是东方，翘是方向，苏是这个就是指着什么方向了，对着什么方向，对着东方走到东方去。这个比较简单了，读一遍啊。戳包给下翘数着，戳包给下翘数着，戳包给下翘数着，戳包给下翘数着。最后一句，给报情报，给报情报，给报情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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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就是那个叫声，喂，就是那个重复一下。给报情报还是大王，后边加这个啦呢，表示更亲热一些，更这个好像关系更那个尊敬一些，更这个反正拉近乎吧。你看那个咱们学拼音的时候有一个词叫干了，就是老师，就是一种尊称，所以这就是拉近乎的一种表示。所以呼格呢语法意义很简单，就是读这些句子。给报情报啦，给报情报啦，给报情报啦，给报情报啦。时间看一下啊，还有10分钟啊，还有10分钟。我看有没有讲的太快了，需要这个好像没有，基本上也就是这些。读一遍吧，把学过的读一遍，咱们就结束。翻回来是倒数第二句啊，哈亲包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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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带玩些吧，带玩些吧，带玩些吧，带玩些吧。云丹土麦帕索，云丹土麦帕索，云丹土麦帕索，云丹土麦帕索。哈嘞弥漫，哈嘞弥漫，哈嘞弥漫，哈嘞弥漫。索恰戳妈咪麦干，索恰戳妈咪麦干，索恰戳妈咪麦干，索恰戳妈咪麦干。米丹咸嘞哈巴脚，米丹咸嘞哈巴脚，米丹咸嘞哈巴脚，米丹咸嘞哈巴脚。再来一遍啊，索恰戳妈咪麦干，索恰戳妈咪麦干。米丹咸嘞哈巴脚，米丹咸嘞哈巴脚。下边一句，苏姜咸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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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巴桑，哈巴桑，哈巴桑，哈巴桑。下边一个，赞丹塞维人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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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包切，人包切，人包切，人包切。给报情报，给报情报，给报情报，给报情报。打了恭喜，打了恭喜，打了恭喜，打了恭喜。云包给，云包给，云包给，云包给。戳包给下翘数着，戳包给下翘数着，戳包给下翘数着，戳包给下翘数着。给报情报啦，给报情报啦，给报情报啦，给报情报啦。这个介绍一句话啊，允包不是护主吗？咱们那个佛经里头经常讲有一个这个园子呀，叫几孤独园啊，奇树几孤独园。
那个几孤独园就不管其数啊，光几孤独园就用了这个滚包，它是这样，滚麦，你们也读一下，咱们就介绍呀，滚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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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滚后边加一个没，没就是没有，就是无户主的，哎，无依无户的滚麦，后边塞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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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塞是食物，勤是布施，布施用食物布施。这前边这两句就是用食物布施无依无户者，哎，就是几孤独，哎，他的名字叫滚麦塞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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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麦塞金给滚嘎喇叭，滚麦塞金给滚妈，滚麦塞金给滚嘎喇叭，滚麦塞金给滚瓜喇叭。滚嘎，咱们前头也学过，滚嘎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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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阿难的名字，滚是普遍大家，这个嘎是喜欢喜爱，大家都喜爱。这个几孤独的这个园子呀，原来就叫滚嘎喇哇，喇就是院子园子，哎，喇哇就是这个园子，就是公园的园啊，这家里院子的这个园子。滚嘎喇哇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叫滚嘎嘎，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园子。后来被这个滚麦塞金买了之后呢，就叫滚麦塞金给滚嘎喇哇，就是几孤独园。哎，这是大家熟悉一下，以后学到佛经呢，咱们还要具体的认这个字儿。咱们有这一点时间就加这么一个词儿，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下一次咱们就讲藏文心经啊。